最近疫情这么严重，你知道怎样才可以保持社交距离吗？我不是很想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妙招，那就是你跌倒了，你就可以维持社交距离。你自己不是也一样吗？不要这样吧，我好像也跟你一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英记，你们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字。好，今天是没有课语系列的第1集。那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是跟疫情有关，因为最近疫情真的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大家都要出门都要记得戴口罩。那么还是要插入一下课语，毕竟是个课语频道。那我们口罩的课语怎么说呢？口罩的课语叫做缝作业，四线腔叫做缝作业。我本身是讲四线腔的，海陆腔不是我的专业啊。你可能会有听过有人讲口罩叫做做辣呗，那么做辣呗其实并不是指口罩的意思，这个做辣呗其实是指像有人家的小狗可能会乱叫乱咬人，他们可能就会需要戴一个就是类似口罩那样子的东西，就是狗畜生用的口罩，叫做作业大杯。所以大家要记得口罩叫做缝作业。好，然后至于我还是解释一下我的吉他是发生什么事好了。这个吉他呢，刚出现的那把吉他其实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学吉他，所以就拿我的吉他出来做客串。有机会我们再来。我再拍一支跟吉他有关的影片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这样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